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宜康最新一條影片啊！夏天嚟咗，天氣又熱又曬，唔知大家最近有冇飲多啲水呢？踏入7月份，天氣日日都好熱，多倫多更加幾次發出橙色高溫預警，咁都提醒下大家，記得要注意補充水分，同埋避免長時間喺烈日底下活動。不過炎熱嘅天氣都冇減低大家對世界盃比賽嘅熱情。今年加拿大國家隊表現出色，成功打破紀錄，歷史性咁打入咗世界盃16強嘅位置。雖然最後都不敵摩洛哥，未能進一步晉級去8強嘅席位，但係都多謝加拿大國家隊嘅球員嘅努力，而佢哋嘅拼搏精神都贏咗唔少加拿大人支持同埋掌聲。喺世界盃比賽期間，各地嘅球迷聚集一齊睇比賽，成條街都充滿歡呼聲，氣氛十分熱烈，充分咁展現出足球團結人民嘅魅力。而下一屆嘅世界盃將會喺4年後喺西班牙、葡萄牙同摩洛哥舉行，等我哋一齊期待下一屆嘅世界盃，同埋繼續同加拿大國家隊打氣。踏入8月份，我哋將會迎嚟2個好重要嘅節氣，分別係立秋同埋處暑。首先係立秋，立係代表開始，秋就係秋天，所以立秋象徵住秋天正式開始。不過大家唔好以為立秋一到，天氣就會即刻轉凍，其實8月份都仲係好熱嘅。無論喺加拿大定係其他地方，都可能出現持續嘅高溫，所以其實民間都有一句說話叫做秋老虎，意思就係立秋之後仍然有一段炎熱嘅天氣，所以大家出門口嘅時候都記得做好防暑措施，多啲飲水，戴翻頂帽，同埋盡量避免長時間喺猛烈陽光之下活動。到咗8月底就會迎嚟另一個節氣處暑，處有終止結束嘅意思，而暑就係解炎熱，所以處暑就係代表住炎熱嘅天氣開始慢慢消退，係朝早同夜晚都會比之前更加涼快一啲。雖然日頭仍然都會比較熱，但係早晚已經開始涼快，大家可以慢慢調整飲食，多啲食時令嘅蔬果，迎接秋天，令我哋嘅身體更加健康，更加舒服。踏入秋天，可以揀一啲清潤同埋容易入口嘅食材，幫助補充水分同埋保持均衡飲食。例如百合、山藥同埋白木耳，佢哋嘅口感比較腍，適合用嚟煲湯或者煮糖水。而梨清甜多汁，可以直接食用，或者將佢煮成暖嘅雪梨水咁去飲。蓮藕可以煲湯或者炒菜。最後蜂蜜可以加入啲溫水入邊調味。不過糖尿病嘅人士要留意蜂蜜同埋糖水嘅分量，按照自己嘅健康情況選擇返合適嘅食物。好啦，啱啱都講咗咁多，不如都考下大家。嚟緊落嚟會有2條簡單嘅問題，大家都可以同屋企人或者身邊嘅朋友一齊估下答案，睇下你哋答唔答得啱。第一題，問下大家立秋代表住啲咩？ A. 夏天正式開始。 B. 秋天開始，但係天氣都會繼續好熱。而 C 就係冬天就快嚟啦。大家可以諗下，睇下記唔記得答案係啲咩呢？答案就係 B， 答啱咗啦。立秋代表住秋天嘅開始，但係天氣未必會即刻轉凍，仍
哋嚟到第2題，想問下大家，你哋覺得邊一種食物會較適合喺夏末初秋嘅時候食呢？ A. 雪梨 B. 炸雞 C. 火鍋。好，俾啲時間大家諗下先。答案就係 A 啦，雪梨水分充足，清甜又多汁，係夏末初秋常見嘅水果。不過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，就要適量咁樣食，最緊要就係保持返均衡飲食。唔知道你哋中意就咁去食雪梨啊，定係會中意將佢烹調成唔同嘅料理呢？除咗節氣之外，8月份喺加拿大都有一個特別嘅日子，就係 Civic Holiday 公民日。Civic Holiday 通常都係8月嘅第一個禮拜一，係一個充滿夏日氣息嘅長週末。雖然唔係全加拿大統一嘅法定假期，但係唔少嘅省份同埋城市都會放假，唔少嘅家庭都會趁住呢個長週末一齊去享受夏日時光。例如去公園散步、野餐、燒烤，或者參加一啲夏日嘉年華，同親朋好友一齊共度呢個美好嘅時光。如果大家計劃出門，都唔好忘記要做好一啲防暑嘅措施，記得帶備足夠嘅飲用水、戴帽同埋搽好防曬，同埋盡量都揀啲有樹蔭嘅地方休息。如果嗰日天氣真係太熱，都可以留返喺室內，同家人朋友傾下偈，玩下遊戲或者一齊睇下電影，同樣可以度過一個輕鬆又愉快嘅假期。喺8月份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中國傳統節日七夕。七夕喺農曆嘅7月初7，又被稱為中國情人節。相傳牛郎同織女因為相愛，俾天河分隔，每年淨係得農曆7月初7呢一日，起着會搭起一座橋，等佢哋可以相會。因此七夕都象徵住團聚同埋珍惜身邊嘅人。喺古代，七夕除咗係愛情故事之外，亦都係女孩子祈求心靈手巧嘅日子，所以又稱為做乞巧節。頭先我哋都認識咗今個月有啲咩節氣，加拿大嘅節日。之後落嚟，我哋一齊玩一個遊戲，叫做夏日健康知多啲。我哋準備咗9條嘅問題，等大家可以一齊諗下、答下。答錯咗都唔緊要㗎，最緊要一齊學習。準備好未？ Let's go！ 第一條問題開始啦。夏天流汗嘅時候，身體除咗會流失水分，仲會流失啲咩礦物質呢？ A 係鈉 B 係鐵 C 係鈣。大家一齊諗下。答案係 B 鈉。喺流汗嘅時候，除咗會流失水分，身體都會流失鈉等等嘅電解質。一般嘅情況下，只要保持均衡飲食，而且補充返水分，大部分人都可以補充足夠嘅鈉，唔使要一啲特別嘅額外補充嘅。之後落嚟第2題，想問下你哋覺得邊一種水果含有最多嘅水分？ A 西瓜 B 香蕉 C 牛油果。大家諗下答案會係邊一種水果啦？答案係 A 西瓜。西瓜有90%以上都係水嚟嘅，清甜又多汁，係夏天好受歡迎嘅水果。不過西瓜都含有好高嘅天然糖分，所以糖尿病嘅朋友或者需要控制血糖嘅人士，記得要留意返食用嘅份量。
之後落嚟係第3題，想問下大家，你哋覺得如果夏天嘅時候一直留喺一個冇冷氣嘅室內地方，會唔會中暑呢？ A 有可能， B 冇可能。大家可以諗下答案會係咩呢？答案就係 A 有可能。好多人以為可能淨係喺室外先會中暑，但係如果室內嘅溫度太高，空氣唔流通，同樣都有機會出現中暑嘅情況。所以夏天即使留喺屋企，都要保持住室內嘅空氣流通。如果有必要嘅時候，就要開返風扇同埋冷氣。最緊要就係要多啲飲水，幫助身體降溫。之後嚟到第4題，夏天出汗比較多，你哋覺得以下邊一種食物可以幫助補充鉀質呢？ A 係香蕉， B 係糖， C 係薯片。大家慢慢諗下，覺得答案會係咩呢？答案就係 A 香蕉。香蕉含有豐富嘅鉀質，有助維持肌肉同埋神經嘅正常功能。除咗香蕉之外，橙、番茄、菠菜、薯仔等等都含有豐富嘅鉀質。只要平日保持返均衡飲食，就可以攝取返唔同嘅營養，幫助身體保持健康。我哋嚟到第5題啦。如果夏天嘅天氣太熱，你會揀以下邊一種高蛋白嘅食物作為你嘅午餐呢？ A 清蒸魚， B 炸雞， C 香腸。我俾啲時間大家諗下，再同我講答案係咩啦。答案係 A 清蒸魚。清蒸魚有豐富嘅優質蛋白質，而且烹調嘅方法較為清淡，脂肪通常都比油炸嘅食物少啲。夏天嘅天氣好熱，唔少人嘅胃口都會冇咁好，揀一啲清淡得嚟又有營養嘅食物，唔單止容易啲消化，亦都有助補充返體力。除咗清蒸魚、雞蛋、豆腐同埋去皮雞肉等等，都係好好嘅優質蛋白質來源。優質蛋白質容易俾人體吸收，係日常飲食嘅好選擇嚟嘅。大家表現得好好，之後落嚟我哋玩幾題情景題。大家都可以嘗試想像下，如果自己遇到以下嘅情況，睇下咩選擇先係最好同最健康嘅。好，第1題，夏天只要企喺樹蔭底下，就一定唔會曬傷，究竟係真定係假？大家不妨都諗一下。答案係假。樹蔭係可以減少陽光嘅直射，但係紫外線都可以經地面、牆壁或者水面去反射，所以仍然有機會曬傷。所以都係提下大家，夏天出街嘅時候，除咗要揀陰涼嘅地方，都記得要戴返帽，着返一啲薄嘅長袖衫，同埋使用防曬嘅用品，保護返我哋嘅皮膚。第2題，如果夏天冇胃口，淨係食雪糕係咪都可以代替一餐呢？究竟係真定係假？好，俾5秒時間大家諗下。答案係假。雪糕可以偶爾作為甜品，但係唔可以完全代替正餐。正餐應該包括蛋白質、蔬菜同埋適量嘅穀物，先可以提供身體所需嘅營養，幫助維持體力。第3題，夏天可以食生果去補充部分嘅水分，
但係食生果唔可以完全咁代替飲水，究竟係真定係假？答案係真。水果含有水分同埋維他命，係健康飲食嘅一部分，但係身體仍然需要透過飲水嚟維持足夠嘅水分，所以要每日都要養成定時飲水嘅好習慣。嚟到最後一題啦，想問下大家，天氣好熱嘅時候，一次過飲好多水，係咪比少量但係多次飲水更加好呢？係真定係假？答案係假。夏天補充水分，建議少量多次咁樣慢慢飲，等身體更加容易吸收，亦都比較舒服。平時只要養成定時飲水嘅習慣，唔好等到口渴先飲好多水，更加有助保持身體嘅水分充足，同埋避免中暑。不知不覺我哋已經一齊認識咗8月份嘅節氣、節日同埋夏日健康嘅小貼士，希望大家都學到一啲實用嘅貼士啦。接下落嚟嘅9月初，我哋都會迎嚟加拿大嘅勞動節，係加拿大1年1度嘅長週末，亦都係夏天嘅尾聲。希望大家都趁住假期好好休息，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嘅時光。記得繼續留意我哋下一條嘅影片啊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